好，真够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1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那到昨为止，全国的检方计共是提出87件动算无效的诉讼，其中伫宜兰这部分，宜兰的检方有查到8案，起诉的对象包括县议员、村里长，也有乡民代表。另外伫屏东的检方第2波的动算无效诉讼，嘛有抓到16件，对象嘛包括县议员、乡长、乡民代表，也有村里长，这拢有。营养午餐的议题一直都是父母亲非常注重的。关心学生营养午餐的议题，国民党宜兰县议员当选人曾淑如认真质询。今年9合1的选举，伊有顺利连任。不过，宜兰地检署侦办贿选相关的案件，查出因老爸涉嫌提4000块予有投票权的选民，请因支持。检方认定曾淑如甲因老爸做伙大，生活甲经济关系拢真密切，加上因老爸嘛有参与伊的竞选活动，所以提起当选无效的诉讼。当选人的爸爸他之前曾经是里长，所以他对于选举的这个过程，他应该是很清楚。所以检察官认为说，他爸爸去贿选的这个事实，当选人本身他应该是知道的，所以对当选人也一并提起当选无效之诉。宜兰地检署20侦结起诉的贿选案件，拢总有8件，拢是现金的贿选。加共有6个当选人逢提起当选无效的诉讼。包括头城镇、三星乡、甲宜兰市等的所在村里长、甲乡民代表的当选人，也有县议员当选人曾淑如。显然，伊嘛是县内头一个去用提起当选无效诉讼的议员。您所拨的电话无法接听，请稍后再拨。曾淑如的手机也无接，无法度得到回应。另外，屏东地检署20嘛提起第2波当选无效的诉讼，拢总16件，对象有县议员、乡长、乡民代表、甲村里长。不法选举的方式是用现金买票，也有用假的人头来徛名。根据最高地检署的统计，到20为止，全国地检署拢总提起87件当选无效的诉讼。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关心天气啊，今仔日强烈大陆冷气团会阁落南，温度阁开始下降。今日透早伫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的关西，敢若8度6。那明仔载到礼拜日，平地透早的低温嘛拢敢若6度至8度尔，乡亲就要细致。咱同齐来看温度。今日透早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桃园、新竹甲苗栗有的所在低温拢伫10度以下。那北台湾今日云会较高，落雨的机会嘛较悬。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落雨拢会较明显。日时的时，北台湾的低温会降到17度至18度，中南部、花莲、台东低温是20度至23度。气象局嘛有针对11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要暗暝到明仔载，台中以北。有宜兰、南投、金门，温度会降到10度以下。拜四到礼拜日，受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温度会继续下降。北部、东北部天气拢真寒，有可能会达到寒流的级数。中南部甚至是暗时温差较大，乡亲一定要穿好烧。来关心美国加州的北海岸20日时发生规模6.4的大地震，目前有知影造成2个人受伤，更有超过7万户失电，嘛造成几若件瓦斯外泄的事故，也有一寡建筑物和公路拢因为大地震受到损害。Like currently it's closed. If you're trying to get into Ferndale, this bridge is currently blocked off. It looks like there are a couple of cars that are coming out of Fern Bridge, but just take a look at this road damage here. Very, very severe. Some major cracks in the roadway. As now, I can also tell you at this point, the Humboldt County Sheriff's Office has said that at this point there is no tsunami warnings. 加州红堡郡芬代尼桥伫地震了后出现壁损。加州北海岸20发生规模6.4的地震，地震中心伫红堡郡芬代尼西南西边12公里的所在，地震深度是17.9公里。这离旧金山塞车差不多4点钟。地震造成附近的庄仔头、福多纳、甲里奥蒂尼几啊件瓦斯漏泄的通报，其中人口数敢若几啊千人的里奥蒂尼是算断了真正力。Sleeping on the couch and heard a big banging, stuff started falling, so I opened the door and this is what I opened it up to, right here. Whole front porch fell off. In the first hours, over 60 calls for assistance, 10 of which were medical related, one of which was unfortunately a cardiac arrest and fatality in the morning. 芬代尼有电线断去，而且有一栋厝着火，是真紧就拍火。另外，还有2栋厝倒去。高速公路巡逻的警察表示，红堡郡至少有4条路出现真大的壁损，而且有一个路段要继续伫咧落落。
加州心理防火局表示，地震迄当阵因接到70件紧急的通报，其中有人受困需要救援，嘛有囡仔头壳受伤，甲老人骨断去的案件。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这个地震可能会产生轻度到中度的破坏，而且会有几啊届的地震尾。公司新闻黄文亮编译。世界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来先来看联合报。专门在做产销履历、内蒙生产链的屏东的贤和农产运销合作社，风声讲倒店关门啊！厂商是收无尾款，嘛联络袂到负责人。实际到现场，这间合作社门已经锁起来，无人在出入。敲电话头家手机嘛拢已经关机。农委会有证实这项消息，嘛表示正在了解公司财务的状况，会协助受影响拍契约证照的农民转卖给其他的合作社。来关心自由时报，人权组织保护卫士进前有亚讲，中国的海外警察局其实是咧监控流亡在海外的中国公民。目前，中国伫意大利有设11大海外警察局，意大利的内政部已经对外表示，会停止中国的警方继续参与当地联合巡逻的权利。那日本和南韩嘛拢讲会对中国海外警察局展开调查。来关心中国时报。公平会伫昨昏公布所谓经济竞争策略的白皮书，上受关心的是媒体讲介绍的议题。有放令新闻媒体若是要甲所谓平台集体协商讲介绍谈判，会当向公平会去申请联合评会。若这一款的联合评会会当掠外无算违法，也毋过顶手甲下手的厂商有去斗空交结认定做联，安尼是互认定做联合评会，未来修法的时嘛列入关键。来关心台铁过年的车帮车票，12月2日返点开始，已经开放东部的干线会当先订票、先注文。也毋过台铁的员工即马有风声讲，因要罢工，安尼嘛可能会影响过年的车帮，因为工会是不满交通部无照片照行，因为资本已经拢讲好势啊，台铁公司化了后，政府会负担台铁的车业维修费用。也毋过即马是跳票，工会表示为了安全，所以打算要发起罢工，希望政府重视。新疆特别到啊，台铁春节疏运的期间，专线会加开287班车，另外拢总加挂144节车厢。12月2日返点过，就要开放东部干线订票，接续2日搁开放西部干线订票。不过，台铁企业工会伫开始卖新疆车票进前，讲交通部无尊重工会，公告部分台铁公司化处罚，互台铁的安全陷入危机。为着行车的安全，伫新疆的期间无排除会有所行动。春节期间哦。然后那么大的运输，我们不容许让列车有一点点任何的一些状况在行车不安全的情况下，我们春节的部分里面哦，完完全全把列车停下来，然后让我们跟交通部好好的谈。工会指出，交通部伫这个月16公告的主法之一，把车辆维修分做4级，第1甲第2级维修的费用由台铁公司家己负担，第3、第4级的费用则由交通部编预算。初步估计。未来台铁公司若是维修，一年就要开21亿。工会批评讲，这根本就无经过协商，而且会因为安尼，互公司了钱。因主张所有维修的费用，拢爱由交通部来编。工会要求讲，交通部若无退回公告，就是爱修改条文的内容。我们在协调，一直在协调，我们还在讨论哈。是。台铁5亿劳动节连假，都因为工会不满公司化条例协商了无够。发起集体休困摆加班，最后敢若有11个司机员机动驶18班区间车。不过，迄当阵拄好拄着疫情，坐车的人无济。即马面临国内解封了后的头一个新政，火车若是无法度驶，就会严重冲击疏运。针对这点，交通部长王国材已经打电话给工会，台铁嘛表示会持续做内部的沟通。记者综合报道。那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伫前2天啊，受批评讲，咱台湾拢无要买 BNT 新配方的预防车，害伊妈妈要注射拢注无，而且佫讲当时，咱政府若是有量早互预防车之外，安尼患病死亡的人数就会减真济。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王必胜是回应讲，政府永远拢甲民众的性命放伫上头前。咱无去买 BNT 新配方的预防车，是因为 BNT 的合约无法度亲像莫德纳共款会使换回。像我妈妈97岁的，已经连打了3剂的 BNT， 最近开始有那个双效型的。我的医院告诉我说，现在台湾1剂 BNT 都没有。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定期公开表示，台湾无采购 BNT 次世代疫苗，呼吁高龄母亲无法度做疫苗，甚至感叹，迄当时若政府早一点互疫苗入来，就会当大大减少着病死亡人数。对此，药监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拜伫亲自澄清。现在你有次世代疫苗，我们可不可以换成次世代疫苗？他说可以，所以我们现在的次世代疫苗就是这样子来的哈。那 BNT 的部分是不行。那时候我们跟他讲说，那可不可以换？当然合约没有写，然后当然人家也不答应。王必胜表示，莫德纳今年签订2000万剂，明年也还有1500万剂，而且合约顶也有写会当换做新疫苗，也不过 BNT 原本2个月前想要换做次世代，双方拒绝。这2间疫苗购货量差不多，无对倒一间公司较好。另外 ，BNT 次世代疫苗敢是需要购买的专家学者有无同的看法。BA.5 也就是我们现在新打的这个莫德纳的，它可以下降这个住院，特别是老人65岁可以下降，相较于这个过去的这个单价疫苗可以下降73% 的这样一个住院。要打 BNT 的疫苗的一些人变成了我们 BNT 的孤儿，所以这个东西希望政府能够开一面，采购一点点的 BNT 就可以了，让这些孤儿能够好好的打到他的疫苗。王必胜强调，目前 BNT 单个疫苗库存量也有8万剂，包括30万剂大人疫苗、70万剂儿童疫苗。莫德纳次世代疫苗是存400万剂左右。伊强调，无论是莫德纳是 BNT 的次世代疫苗，拢属于 mRNA 相隔疫苗，拢会当当作对价剂。2种疫苗效果甲副作用差别无大。目前无采购 BNT 次世代疫苗，是因为实际需求量，搁有疫苗整体采购策略考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先来关心泰国的海军一只巡防舰，18暗11点多，引进各种海气沉入大海，船顶有105个人。泰国的军方赶紧出动3只军舰、2只直升机去救人，有救到76个人，嘛有5个人死亡，即卖还有24个人下落不明。军舰伫海上呈现45度起起，浮浮沉沉。甲板顶船员穿救生衫等待救援。泰国皇家海军一只巡护舰苏科泰号18暗11点外，因为大型冲击船身起起，海水灌入造成机械故障，失去动力，无偌久就沉入海中。泰國軍方出動3隻軍艦甲2隻直升機前往救援，不過只有加布里號離沉船進前趕到。เขาก็ยังพอมีสติมีแรงก็ดึงขึ้นเรือได้ก็ปลอดภัยแต่ว่าก็จะมีแผลถลอกบ้างเล็กน้อยตรงหัวกับตรงที่ตาเขาเจ็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โดนน้ำทะเลมากว่ายน้ำอยู่นานไหมพี่ตอนนั้น3 ชั่วโมงครับเหรอครับโอ้โหมันต้องค่อยๆช่วยครับเรือมาใกล้ๆไม่ได้คลื่นมันตีครับเหรอครับ醫護人員伫碼頭大病傷勢較嚴重的士兵，一落船就隨送醫接受治療。蘇科泰號沉船的位置，離班布里富邦沙灘河邊，大約20海里的所在。泰國總理帕拉育透過聲明表示，官員當咧調查這件意外。蘇科泰號是美國製的巡防艦，1987年服役較大，會當用伫防空海戰甲反潛作戰。相關搜救行動由原地海空繼續進行。公視新聞調為您編譯。俄羅斯總統普廷拜一的時有去白羅斯訪問，嘛有甲白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會談，雙方嘛表示未來會加強軍事合作。羅西亞甲烏克蘭開戰10個月，羅西亞總統普廷真罕見去拜訪白羅斯，而且帶國防部長甲外交部長做伙去。外界原本懷疑講，普廷可能會甲白羅斯的總統盧卡申科施壓，要求伊派部隊去烏克蘭作戰。不過，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是駁回相關的報道，講這完全是無影無跡的代誌。因為雙方的領導人會談了後，嘛敢若對外強調講會加強軍事的合作。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и впредь сообща принимать все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меры для надежного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двух наших стран. Уделять приоритетное внимание подготовке войск, повышению их боеготовности, боеспособности и продолжать практику регулярны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чений. 白羅斯是羅西亞上大盟友，雙方伫軍事訓練、甲製造武器各方面的來去是真密切。
普丁2月底发动拍乌克兰战争了后，罗西亚军队就利用白罗斯的领土来攻击乌克兰。白罗斯虽然无直接派兵参与这个战争，不过同款受到西方的制裁，外销去欧美的出口嘛去用切断，银行从排除伫 SWIFT 支付系统以外。因为这个处境嘛，抵触白罗斯是搁较瓦靠罗西亚。способны управлять этими самолетами, несущие специфические боеприпасы. 最近有风声讲，罗西亚可能会并吞白罗斯。普丁伫回答记者的问题时阵，特别回讲，罗西亚并无想要并吞任何人，而且讲这个话的人唔知咧甲什么算盘。因为这个讲法嘛，去互美国考试。The reported claim from President Putin that he has no intention of, as you said, absorbing anyone. Look, I think a statement like that has to be treated as the height of irony, coming from a leader who is seeking at the present moment, right now, to violently absorb his other peaceful next-door neighbor. 目前乌克兰的战争也无收煞的现象。在普丁拜访白罗斯的时阵，罗西亚军方持续对基辅展开新的一波的空袭，摧毁真侪关键的基础建设，其中以电力甲供热的设施受损上较严重。当地相关部门正在赶紧修理当中。因为乌克兰的军队嘛在境内甲差不多30架罗西亚的无人机拍落来。公司新闻在回应订阅。美国上届大型的电动车公司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10月底时是开美金440亿甲推特买落来，不过呢，风波甲负面的新闻是直来，嘛互特斯拉的股票继续落35%。马斯克昨伫推特顶头发起民调，爱大家投票，大家来投票决定讲，伊敢爱撕掉推特执行长。想袂到这个投票结果有57%拢赞成。常常在推特探寻名气，佮爱引用名气就是上帝声音这句拉丁名言的马斯克，10月伫卡达看世界卡球冠军赛时阵，向推特1亿2200万追随者发布伊是毋是应该失去推特执行长的调查，结果吸引1750万人回应，当中57.5%赞成，42.5%反对。马斯克讲，伊会遵守这项线定调查的结果，不过投票结果出来，这1万好野人也没有任何回应。Been a black eye for Musk, a black eye for Tesla, and the Twitter situation's been a train wreck. And I think the poll just is further validation of what he needs to do, and that's no longer being CEO of Twitter. 马斯克10月底用440亿美金成功买推特以来大细细政绩甲负面新闻真多，甚至将推特一大半的员工是头路，开互美国前总统川普效果放弃针对新冠病毒传播信息的政策，解散由外部顾问组成的信息安全委员会，先停掉后来佫开互一寡记者的效果，佫禁止用互人家竞争对手的平台，种种手段引起美国欧盟甚至是联合国密切关注。广告主惊甲拢离开，广告占推特收入的90%，投资人也真烦恼。负面效应看到马斯克的本业特斯拉，今年4月7日是得超过1条1000亿美金的特斯拉。为10月27日，马斯克买推特了后，股价落35%，公司持单求追58%。19日，马斯克落台民调结果一出来，特斯拉股价半前交易就起3%。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今仔日国际上抑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美国两党的国会机关完成协商，公布美金1.6兆的2023年财政年度拨款法案。法案内底授权提供咱台湾当年上济有美金20亿的军事用资。来关心美国的新闻网今仔日是表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打算要去华府访问，卖甲美国总统拜登见面，而且会伫国会发表演说。这是泽伦斯基伫俄战争以来头摆出国访问。巴基斯坦的反恐怖中心有关33个恐怖分子，伫18暗的时，恐怖分子抢着枪，甲中心内底的军人、警察拢压做人质。经过40点钟的相持，这33个恐怖分子拢互枪杀，人质嘛全部拢平安互救出来。
镜头等下咱过来关心做兵延长这个政策，当时要对外公布。国防部即马是表示，目前已经长地做最后的协商。目前会先针对志愿役入伍的这部分，甲时间对5礼拜延长到8礼拜做训练，会增加战争受伤救护的课程，也有增加射击训练。这部分按算伫明年元旦就会开始先实施。台东这项基地幻想战机不时起降，强人200号最近到台东东部进行演训，国军是靠定调台海4khu为动态。也毋过最近外界质疑国军训练太过保守甲传统，无法度影响未来作战。国防部表示，会提升志愿役的入伍训练，2023年元旦上路。国军是考量战训的需求，以及参考先进国家的训练做法，我们是以实战化为核心。入伍训练是从原本的5周230个小时调整为8周380个小时。入伍训练为5礼拜增加到8礼拜380点钟，也增加战伤救护、战场抗压等新项目。射击部分搁实有原本岛的姿态86粒，调整做徛轨岛姿态160粒。合作认为，入伍训延长只是初步，重点也是伫了后落部队敢会当有专业训练。它只是让这些官兵、志愿役的官兵能够融入部队，了解部队基本运作。真正的是他后来下部队之后所有的训练。那这个部队训练是要怎样？这个可能还是要再看之后更进一步公布的资料。这项调整只针对志愿役，另外大家关心的兵役延长，国防部表示，因为涉及范围真宽，包括役男的各种权益，目前已经积极进行最后统整甲协调，确定了后，就会随向社会大众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20号接见美国众议院的国会访问团，有感谢美国拜登政府卖武器予咱台湾。若今年甲今已经有36个美国国会议员来咱台湾访问。感谢你欢迎我们的代表团，今天非常的荣幸有这个机会见面。伊练党的中文小酒问美国众议员黄世恒少年时阵捌伫台湾传教，甲台湾不了有缘缘。佮较是台北法案的重要推手，即摆甲另外3位友台众议员米克斯、欧文斯、布辛祖共同访台，要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And we bring you a message that I hope you already know, that the prosperity of Taiwan is a bipartisan, bicameral issue important to all of us. 2022年是台美关系丰收的一年，迎接2023年，期盼跟各位一起努力，推动台美关系持续升级。总统蔡英文感谢拜登政府继续对台军售。黄世恒是国会保守派气候联署主席，访台也关注气候变迁的议题。到目前，2022年已经有36位美国国会议员小联署来访。另外，欧洲挺台力度也是渐渐增加。The EU continues to maintain its one China policy position, but believes that the status quo in the Straits cannot be changed unilaterally. It opposes the use or threat of force or economic coercion against Taiwan from China. 总统蔡英文接见7位欧洲议会跨党派成员，带团的阿西玛科波罗再次表示，欧洲议会多数已经通过决议案，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世界组织。台湾人民有权来决定家己想要爱的生活方式，反对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记者综合报道。若选举选乌金的议题是真做焦点，行政院嘛随赶紧提出行政院颁布扩大排除乌道去参选修法的草案。若有24个民进党的立委因是联署，是提案要提出草案的版本，讲想要甲选举公报内底学历这一项汰掉，认为毋免强制公开候选人的学历。不过，这个提案昨昏伫立法院的听书委员会已经互挡落来。
选举公布载明候选人学历、经历甲证件，选民应透过公布了解候选人的背景。因为大选期间，候选人学历议题正做公共焦点。选后行政院办的扩大排污参选司法草案，排除有乌金称道前科者参选公职。由24位立委提出的草案版本，所要求将选办法当中选举公布爱直接学历项目删除，注定文件强制要求报道候选人学历，一个要求加上前科，引起讨论。民众知的权利非常重要，而且相关民进党委员的提案，甚至于把有前科都要放进去，却把学历拿掉，其实真的非常的可笑。我觉得真的此地无银300两。南会质疑提案人当中都面临学历问题，立委蔡适兴批评安尼提案，外界一定会检视。根据选罢法规定，候选人公布的选举公布的学历资料，学士以上的学位应该检附证明文件，国外学历的人爱检附外观的国外学历证明文件。好像把学历拿掉，有一些问题，而且也在质问说，这是不是民进党的态度？我们个别提案都是可以到委员会大家共同来讨论的，那倒不一定要在程序委员会就把它挡下来。哲学上面的一些专业性，不管是公职或者是首长的选举，也都是代表你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知识。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不能列在公报上面。过去伫公共政策参与平台要人提案选举公布顶悬，唔通看错学历，无通过。我参选立委的学者施正峰，就因为未好提供国外学历证明，提出公布顶悬学历部分抗辩。那民进党就很奇怪啊，草包把它弄成好像就是一个学位很高要洗学位啊。现在呢，已经不是在野党，不是反对党，已经执政党了，还在玩那种暗度陈仓那个东西，太可笑了啦。不过，市政府批评伫这时机点，立行要修法排污，所将公布顶悬学历提掉，真无应该。这提案直接伫立法院定数委员会当中，互南会动来，暂缓立案无付费。记者综合报道。物价起钱变薄，即马全家便利商店已经宣布讲，因为两个计数起甲4成，所以对12月28开始，应用低米卤的卵一粒会对10块钱起到13块。那目前其他的便利商店，亲像 7-11是也无要对咧起价。便利商店的低效能全港时段拢是真气商品。连锁便利商店专家发布声明，因为最近两家平均起幅度超过4成，所以为12月18开始，要调整计数为每粒10块起到13块。不过也公布推出促销，使用 App 一摆买10粒，卖100块。其实是不贵，因为我们习惯10块钱一颗，3块钱算少。太贵了。太贵了。对了。这个还好了，自己买就好。自己拿自己煮一煮也好啊。目前其他连锁便利商店的业者拢无起价计划，实际去传统市场，市面上依然有一斤50块相对平价鸡卵，一盒卖超过100块有机卵也袂少。店头表示，最近也无明显感受源头起价，不过有小食打商是透露，已经接到搬商的通知，过年期间可能会重演欠卵的恶棒。但3有跟我讲说，过年你要叫是要休过年要提早叫，不然会缺货买不到。在农民至少维持一定的利润的时候，那农民会全力的来生产。第二个，政府还是会尽全力的来让整个大宗物资，尤其饲料的成本，那尽快的可以维持稳定。市价业者分析，若是寒流一直来，鸡卵供货量就会减少，进口卵是受到禽流感的影响，最近本来就较少。农委会是强调，过年进前鸡卵供应无问题。另外两家是处决市场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文山区的立雄国小有2个学生囡仔讲起啉到顶礼拜过期的汤，学校嘛有对外证实这项消息。因是表示，因为营养午餐的业者有新的员工去上班，针对配送的听数无够熟，才会把过期的汤送去学校。教育局已经针对这间厂商罚26000块，嘛要求爱停送营养午餐2礼拜，若是佫无改善，就会停止合约。中餐业者早起无用支持处理学生的营养午餐，也毋过台北市文山区立雄国小所有营养午餐业者29将顶礼拜的过期汤品送到印尼去某一个班级，而且也有2名学生食落肚。我孩子自己是因为他闻了很臭，他就没有去拿。
但同样的团体里面有2个小朋友大概就吃到馊水这样子。为什么馊水桶会从上周到现在都在学校里面，然后用从餐车推到教室里面，还打开给分装给小朋友？那小孩子都觉得臭得像大便了，那每个大人都没有发现。学生家长批评营养午餐的供餐流程受过松，学校证实因为厂商是新手教食，无啥熟悉配送流程，所以无将过期的汤品处理好。那班里的老师闻到怪味，也就是特殊调味。应该算是新手，在拿取这个汤的过程中，并没有很熟悉跟确认，就会导致有这个错误。老师表示就是说，因为当下我们在室内都是戴口罩了，闻到的味道确实有点变异，那他会以为那是一个调味的作用哦。上个礼拜有一桶汤没有收回来清洗，厨工在送餐的时候并没有把那一桶汤给打开检查，说这个是上个礼拜的。好佳在2名加入去的学生目前健康并无大碍，不过相关单位也是调开会议处理。抱歉，我们会好好的把这个处理这个事情。学校午餐供应委员会会按照这个合约来审核，那我们什么都不排除看他达到了什么违规的一个程度我们都会来落实的、严谨的来处理这个是不应该犯的错误的，都有一样嘛，一样也会写检讨报告的，还有该惩处的会惩处。因为业者平常供餐给4间学校，所以代志发生了后，各校代表甲厂商拢出席会议，将依合约规定采取必要措施。教育指出，学校为明仔开始暂停供餐，会针对厂商维持进行检讨，佮以契约进行记点甲罚款，佮较要求厂商严格落实供餐的各项权责，确保食品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毒品走私的方式800款，若歹毒嘛，日头咧上空上芳。即马阁有人是利用进口的脚踏车，要甲毒品炸入来台湾。刑事局伫真前有接到警报，路尾是伫台中港有查到2台进口的脚踏车内底藏毒品。我开枪了，放下，要朝庆祝的地点将嫌犯压制，警方接到情资，有犯罪集团非法走私，被超出毒品所无伫厝内，原来是藏伫这2台怪手内底。用铁铁讲发现是空心，有个中心焊接过，拍破了后，找出大量的大麻装假毒品，甚至还有枪，全部拢被包起来。另外一台是藏几啊个枪支盒仔，全部抽出来，总共有80袋大麻装、大麻糖啊，还有几啊支制式手枪，乌市价值达到4500万。警方当初接到检举证据，对查是一间中华工程行为加拿大进口怪手，藏有毒品，手法真罕见。毒品以及这枪支，它把它拆卸开来，甚至分装在它的油箱里面。所以呢，其实它只要能藏的地方几乎藏，不过大部分就是在整个怪手的这个底部的腹部下面不排除是由黑道它整个呢把这个枪支给进口。所以目前我们已经正在追查当中。警方根据受贿地址掠到工程行负责人现场的查甫人，还有当场受贿涉案的查甫人。关务署调保管行委托书，也证实是现场的查甫人委托证贿。警方将2人以毒品、枪炮弹有关罪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伫新竹市陆海空军的设施也有营区拢有，所以一个所在贯穿嘛袂少，计共有47个。市政府即马就当地修复活化这个贯穿的建筑，希望把贯穿的历史文化和人情味，拢总会当保留落来。规身躯过去国军的床插来到贯村头前翕相，亲像转去到过去。其实，搁较早在日本时代，新竹就是军事重地。后来中华民国政府来台湾，由海空等等各军种有袂少部队，把在遮设营区。所地计共有47座贯村，嘛挖在新竹市。要穿着这样的服饰来衬托以前那种大家以前对眷村的那种回忆。其实，在更初期的时候更老一辈的人他是知道这样子的服装其实是就是它是一个台湾街头的一个印象，这样。有60公尺宽大烟筒的日本海军第6燃料场已经补强结构，按算2025年底修复完工。另外，过去国军重要干部参灌属大的将军村，不断咧修整，未来希望开放给民众使用。那我们希望把它转换成一个开放的图书资讯园区希望在这个空间里面不但是说能够让民众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学习知识，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跟
就近的这些原生的眷村的这些居民哦，能够有更长期的一些互动哦。时代的发展的巨轮，当然我们是没有办法逆转啊，但是我们应该政府可以做的时候，去评估眷村的一个状况哈，起码再规划几个保留地哈，让这个印象可以得以留下。除了修复工程，文化局也举办演讲、电影放送、眷村市集等等的活动，希望眷村的历史文化会当保存落去。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抓风车剧团真正是因为坑道旧的仓库发生火灾导火烧了后，因就一直咧找新的仓库。经过文化部斗3工，即马是拜托国防部，甲实际的旧火药库最好应用，互剧团即马会使唔免阁烦恼啊，会当继续替囡仔创造更较侪精彩的表演。空间内藏真侪剧团的家私报警，起因是抓风车剧团伫2档歌前，因为藏报警家私的仓库着火烧，真侪心灰乌有气，嘛就显出剧团的经营困境。最近伫官方协助之下，总算找到国防部伫实际趴远的弹药库，通好做就使用。3年来的疫情加上火灾，对任何剧团来讲都走不下去。那这个仓储这一步看起来是很小的一步，其实跨了一步很大的一步。文化部自去年开始推展表演艺术长途示范计划，协调国防部军备局提供实际的旧弹药库。抓风车剧团甲过去的官兵宿舍整理好势，嘛有保全消防系统，大大改善过去的安全问题。嘛邀请这2档得到国家会奖组的7个优秀演艺团队来进驻，除了减轻营运压力，嘛解决冲突问题。计划如果成功哈，那么我们希望在各个县市哈，那么都可以有闲置的空间啦，把它改做成仓储的空间。文化部表示，台湾各地拢有一寡营地空间，未来嘛会看试办的状况继续推动，另外嘛会协助解决目前这大失谈的问题。记者伫立台台北采访报道。台语文看榜来看，教育部伫即几档有推动夏日录学计划，伫课程内底结合本土语言，所以有真侪学校即摆就甲当地特色结合母语，让囡仔用母语认捌故乡。中华丰润国小的学生囡仔唱台语歌曲《天黑黑》，等现是学校利用休假时办理本土语言课程的成果。校长表示，因这几档拢结合在地的特色，带囡仔去地方行踏，顺续学母语。阮邀请阮彼岛乡有做到讲台语的一寡老师来教阮学生来讲一寡台语。这个台语就是尽量去找甲伊生活有关系即个用语，那佮利用即个结合咱的舞蹈，教囡仔跳咱的台语歌的舞蹈。除了台语，云林伦培国小嘛连续7档设计浸水式的课程，让学生囡仔认捌强要消失的客家传统文化甲语言，亲像用照安客语学歌谣，用蜡笔画歌厝等等。那这个照安呢，它是已经越来越少了语言的部分，全台湾会讲照安课只剩下6、7千人而已。那我们希望这个语言能够不要流失。教育部各教师表示，为着要让中小学生利用休长假的时，嘛通有学本土语言的环境，这几档持续鼓励学校办乐学活动，希望囡仔用体验来认捌家己的族群语言甲文化。记者伫立台北采访报道。这一届卡达世界杯卡球比赛已经煞过，摕到冠军的阿根廷是已经登去到因的国家。为着要庆祝阿根廷让36档阁摕到冠军，因的政府嘛宣布，伫12月23日全国休一天，同齐庆祝。若摕到第2名的法国队嘛已经登去到法国，虽讲无拼到冠军，无完成2连霸，不过也是受到法国人热烈的欢迎。搭载阿根廷国家卡球队的专机，当地时间20号早登去阿根廷。本届卡达世足金球奖得主梅西摕到大力神杯，大声行出专机，球完随后在上场巴士离开，沿途已经受到民众的欢迎。
阿根廷政府19紧急宣布，为要庆祝阿根廷继36年搁破获世足冠军金杯，在全国放假1天。避免运动风政治化，目前阿根廷国家队还未决定到时要甲阿根廷总统见面。不过会当确定的是，因20会前往首都共和国广场的红奖杯接受民众热烈欢迎。民众也早已经真期待要甲心目中的国家英雄见面。Mañana no se trabaja, no se hace nada y nos vamos directo al obelisco, directo con la Argentina. Llegué ayer porque, bueno, sabía que viene Messi acá y, bueno, quiero a ver si me firman el cuadro. 另外，本届世足的亚军法国队19已经回国，包括伫本届世足金靴奖得主姆巴佩等法国队员，拢伫巴黎克里永大饭店的优待接受协和广场民众的热烈欢迎。虽然无法度成功卫冕冠军，不过球迷犹原继续大声喊“拿小军团加油”，感谢拿小军团等口号，场面真热烈。Parce que même s'ils sont deuxièmes, on est là, on aime notre équipe de France. J'ai vu 2-0, mais j'y croyais pas. Après, c'est venu à 3-3, mais je dirais juste merci aux Bleus. Juste merci, c'est pour ça que je suis venu rendre un hommage ici. Merci aux Bleus, merci à Deschamps, merci à Kylian. 本届阿根廷对上法国的大战，会当讲是世足史上上精彩一场冠军战。法国将结尾以2-4败伫 PK 大战，因为第2甲第3点主踢的科曼甲曹亚曼尼拢无太热。虽然两个人拢伫法国出生，不过拢有非的血统，随即伫网络上遭到种族歧视的不雅文字霸凌。科曼已经关掉社群小号的留言功能，那所属的拜仁慕尼黑球队已经发出谴责声明，公司新闻竟完全变形。荷兰的总理拜1的时是正式替过去荷兰士兵的时努力历史对外回失礼，嘛坦白讲，当时的政府有犯下违反人道罪，也毋过毋是所有捌互荷兰士兵的国家拢愿意接受这个失礼。Vandaag bied ik namens de Nederlandse regering excuses aan voor het handelen van de Nederlandse staat in het verleden. Postuum aan alle tot slaafgemaakten die wereldwijd onder dat handelen hebben geleden. 荷兰总理李德拜1伫海牙召开记者会，为过去250年士兵努力历史来回失礼，承认英国执政者犯违反人道罪。Eeuwenlang is onder Nederlands staatsgezag de menselijke waardigheid met voeten getreden op de meest afschuwelijke manier. 荷兰伫16至17世纪奴隶买卖是真史上，迄当阵捌载差不多60万的非洲人去南美洲甲加勒比海地区当做使用人。迄当阵，这个人受到刑求、甲虐待等等非人道的对待。粗残的历史记录甲遗物，今嘛拢伫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保存落来。这个奴隶制度一直到1863年才正式废除。最近这几年，受到美国黑人的命嘛是命运动的影响，荷兰开始反省这段历史所留落来种族歧视的问题。不过，离日回失的时间点敢有妥当，引起部分团体质疑。有人认为讲应该爱伫明年7月初1，荷兰宣布废除奴隶制度150周年的时阵较适合。而且因为事先无甲受害国家来协商，嘛去用批评要求市民的态度。荷兰属圣马丁已经表态无愿意接受，也若头一个愿意接受因回失的荷兰属阿罗巴表示，这敢若是头一步。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南美洲的秘鲁伫南部地区最近佫发现几十条神秘的纳斯卡线，也就是用线条来形成的图。研究团队是表示，即摆有发现包括人类、鸟仔类，也佫有羊鹅计，共有168个图。若这古早的图是对倒位来的，即摆也佫在找。为空中看纳斯卡沙漠，分布一条一条线条，详细看会当看出东部啦多样。南美洲秘鲁佫发现神秘的纳斯卡线。研究团队伫南部的纳斯卡攀帕甲4块位的地区，找到包括人类、多科动物、鸟类、游鹅、鸟科动物，也佫有抓定168个新地位。Por sus características, las figuras descubiertas habrían sido hechas principalmente por los pueblos de la antigua cultura nazca entre los años 100 a.C. y 300 después de Cristo. 来自日本甲秘鲁的研究团队已经伫当地研究纳斯卡线真侪年，因进前找到190个图像，加上新地位，总计已经有350个。Los nuevos geoglifos hallados en Nazca corresponden mayormente a figuras pequeñas que tienen de 2 a 6 metros de extensión en promedio, y que por técnica de elaboración e iconografía serían un poco más antiguas que las grandes figuras lineales que todos conocemos.
纳斯卡山是秘鲁前哥伦布时期的重要古迹，也封列为世界遗产。一寡真大线条是安怎封画出来？佮为了啥物来画？高达游玩是未？新发现对研究人员了解伊的分布模式有帮助，进一步保护这寡神秘的古早遗产。秘鲁另外一件特殊事件发生伫首都利马，顶礼拜日，当地一个街区出现几名耶诞老人甲精灵伫街路行，想要到行咧，其中一位突然提起大钢锤，讲一间恁家厝的大门。耶诞老人落门入去了后，是压制厝内嫌奇之事。原来这是警方特别行动，几名警员派耶诞前辈到扮作耶诞老人緝毒，因成功降低歹徒的戒心，逮捕涉嫌卖毒的3男1女，佮查获数千包的骨科件甲大麻。其实这毋是秘鲁警方头一摆假装办案。10月底的时阵，警察也探万相济，扮作动漫人物逮捕一个犯罪家庭。迄当时也佮引起未少话题。公视新闻市湾编译。来看全世界流行的漫画《北海小英雄》故事，是咧讲伊家人维京人的故事。因家出土的航海技术，若超过1000年前，当时所起的船只流传到今已经存无几只。不过目前伫挪威的博物馆也有保存。对船身正花正长，也个船底造型，这是超过1000年前的维京时代船。伫风险正大的北大西洋甲波罗的海，会当用正紧的速度驶。不过毕竟是茶船，佮经过上千年啊，已经正拗旧啊。This wood is now incredibly fragile. If you had a little piece of wood, you could just make crumbs out of it, it would just fall apart between your fingers. With these structures, when they are relatively structurally complex, we are very scared that they're going to just fall apart, and this is our greatest fear. 负责为河港电视奥斯陆大学文化史博物馆拍算伫电视厅边啊，另外起一间新馆，互这只1000年的古船会当有更加好的保护。不过建筑过程的震动，有可能互船身的插绑去。所以工程人员爱先想办法，甲船身探较悬咧，减少震动，而且爱豆豆做袂用的挂。所以2021年9月博物馆封馆了，就会等到2026年才会重新开放。伊若伫咧大西洋另外一边的墨西哥，是15到16世纪阿兹特克帝国的所在地，共管有真侪文化遗址，像伫墨西哥市区的大神庙，1987年就获联合国列做世界文化遗产。De aquí partían las 4 calzadas que planificaban la ciudad y que a su vez representaban simbólicamente los rumbos del universo. Además era considerado un vínculo entre los niveles celestes, terrestres y del inframundo. Ahora sabemos que el templo se agrandó por sus 4 lados, por lo menos en 7 ocasiones, y que en otros 6 momentos hubo ampliaciones en 1 o 2 de sus lados. 大神庙造型甲玛雅金字塔的神坛正同，伫咧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时阵被破坏。即马看到的位置，只敢自涂骹向下骹的部分，不过也会当看到大神庙迄当阵的规模。墨西哥国家文化总局本来有当一个处定来保护，不过2021年一场暴风雨规个崩来，附加在位置本身的损害无严重，整修1年搁开放。Y que lo pudiéramos ampliar un poquito más. Entonces, el original pesaba 22 toneladas.5, este pesa 22.3, pero el otro eran 750 metros cuadrados y este son 800 metros cuadrados. 除了爱会当保护古迹，袂互风吹日晒雨淋，厝顶的结构也袂用伤重，则袂崩来搁损害古迹。而且伫咧施工时阵，搁拄到新冠疫情，照规定是袂当同时有超过20位工人伫咧现场，所以也影响工程的进度。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天气报道在同时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1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有2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4度。
外岛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19度。同齐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